枯索寓言，餓來了。從前有一個好靚嘅小池塘，住咗一班鴨仔。池塘周邊呢，有小澤圍繞，仲有茂密嘅紅樹林作為屏障。狗來了，上集。喺好耐以前，有個好大嘅王國，嗰度嘅國王疑心極重，佢好驚國民見到唔同嘅顏色就會表達到唔同嘅意見。狼來了，佢哋銘記古代狼族恥辱嘅歷史，奮發圖強，竟然成功建立咗一個強大嘅狼國，佔領咗地球一半嘅地方。好啦，翻到嚟第二節嘅酷頓天下事啦，大家千祈唔好走開啦，因為第二節嘅部分咧，可能比第一節咧係更加精彩嘅嚇。即係話說就係其實而家喺香港嘅立法會選舉就唔係關於香港事嘅喎。其實你發現到其實連呢一個即係內地啊，連內地嘅一啲可能係社交媒體啊，或者甚至可能係一啲你意想唔到嘅一啲即係人咧，竟然係對香港嘅立法會換屆選舉有興趣，甚至咧會好積極地去宣傳呢啲選舉嘅。即係其實我諗喺2020年之前選舉都係香港人嘅事啫，咁都係香港人，即係無論係政黨啊，無論係一啲公民團體自己動員去到支持某啲候選人。即係無論佢係即係親北京陣營嘅，或者甚至係即係泛民陣營。咁當然5年以嚟，成個即係政治形勢已經係完全改變咗啦。咁基本上都係，即係你見到愛國同心者，你見到連選舉論壇都要加翻啲咁嘅字，愛國同心，即係選舉論壇咁嘅嘢，你都知。即係其實愛國者治港呢一個定調咧，都可以話令到成個選舉即係唔好話冇選擇啦，咁甚至你連任何選舉嘅宣傳啊、活動各方面咧，都係令人覺得都係好悶啊咁樣。咁但係因為正要跑數啊嘛，咁啊見到澳門投票率咁高，咁啊特區政府即係都冇辦法啦，都要咁做啦咁樣。咁所以由此都出咗好多好古怪嘅現象。咁其實喺呢一節，可能阿楊 Sir 會唔會有一啲信息可以同大家分享，就係話其實今次嘅立法會選舉宣傳，其實有一啲可能連上一次或者再之前未有嘅現象，究竟係啲咩嘢咧？嗱，咁我就唔清楚上一次有冇，但係今次咧有我即係因為要去做一啲揾料啦，咁啊上去揾小紅書嘅時候咧，就發現咗有啲好有趣嘅嘢喎。阿江文慧參選嘅話咧，即係突然間話參選，咁然後就即係新界直選參選唔到，就話旅遊界喺度嚟用呢一個途徑嚟到出啦。咁跟住咧，即係成件事喺香港嚟講，好似係突然間發生，但係問題咧，發生完之後咧，喺大陸裏邊咧，其實你會發現有一個官方嘅隱約，你見到有官方背景喺背後嚟到去支撐住嘅。我上去小紅書度就咁揾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其實佢冇乜特別，即係佢唔會話特登去 focus 某一個人嘅資訊俾我，唯獨是一個人例外，就係江文慧。佢出咗幾則嘅江文慧嘅報導出嚟，而且嗰啲傳媒咧，嗰啲媒體唔係啲細埃嘅媒體喎，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換句話嚟講咧，其實某程度上面係一啲國家機器級嘅媒體咧嚟到去報導同埋去助選，同埋咧。我哋就即係由於喺香港裏面生活啦，或者係睇得啲嘢資訊比較多咧，你會見到好全面噶嘛。你譬如話見到佢嗰日去報名參選嘅時候咧，成個傻大姐咁樣，即係連企位又唔識得企，跟住又即係傻笑咁，然後咧就即係仲叫啲記者話你哋好忙啊，不如你哋走先啦咁啊。呢啲我哋見得好清楚噶嘛。但係你喺呢啲國家級傳媒嗰啲 editing 底下嘅話咧，你會覺得好似佢成件事好 BBC 嘅。即係佢係將呢啲全部 edit 過晒，淨係想將佢你哋要知嘅嘢咧嚟到去話俾你知，淨係講得好正面嘅嘢咯。譬如話我無謀初心，我對香港仲有個服務嘅初心喺度，即係諸如此類啦。我記得係呢一個啦。咁其他嗰啲即係好傻嘅嘢全部剪晒，讓你覺得咦係呢個金牌得獎者佢係真係有能力幫香港做到嘢喎咁樣，即係佢嘗試去催眠你啦。咁跟住咧，佢譬如啲報紙裏邊嗰啲報道咧，哇！你係會見到
好中共官式嗰種即係政治宣傳，將一個人咧塑造成為英雄，即係江文慧係英雄嚟嘅。點塑造法咧？哇，正到不得了！嗱，我舉一個例啊，譬如中國青年報，咁佢啲 hashtag 咧係好，你香港人見到咧，你覺得好似平行空間咁樣。佢話咩啊？溫柔且有力量嘅女性。哇，咁搞笑！未笑完啦，大佬，呢個第一個啫。哦，中國女性力量，有生命力的美啊，唔係美包嘅美啊，美麗嘅美啊，大佬。自由、美好、熱烈的女性，女性生來就有愛人的天賦，知咩嘢嚟嘅？花肉馬都爆啊，真係。咁跟住咧，人生大女生。即係其實佢嘗試係將金牌嘅嗰個效應啊，佢作為一個即係年輕女性嗰個嘅嗰種即係自然美啊嗰樣嘢嘅話咧，係幫佢宣傳出嚟，讓你覺得係香港而家有新希望喎，喺江文慧嘅參選底下咁樣樣，呢個同我哋而家見到嗰啲係完全兩個回事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話係國家機器似乎出到嚟嘅時候咧，係話俾你聽嗱，呢個人就下一代嘅立法會嚟㗎啦。嘅議員嚟㗎啦，咁所以我印證咗我之前即係或者我哋三個所講嘅嘢咯。無論佢做啲咩核突嘢都好咧，其實佢最終都係會選得到入去㗎啦。因為國家俾你嘅視野係同香港嗰個係唔同㗎嘛，咁啊你梗係要信國家啦，係咪先？佢又唔係直選，你使乜去吹到咁痕啦？咁你旅遊界都係吹雞啫嘛，咁搞到好似以為佢真係直選，跟住你動員埋呢個內地嘅媒體幫佢宣傳咁樣。即係我估咧，呢啲嘅文章同埋呢啲咁嘅宣傳咧嘅數字咧，已經多過選民數字㗎啦，已經。因為旅遊界得200個選民嘅啫嘛，旅遊界得200個選民啊嘛。咁但係你即係我諗嗰啲國內嗰啲宣傳同佢做細呢啲咧，已經超過200個㗎啦，已經。咁我都冇得點詳細睇啦，因為睇嚟做乜啦，唔好嘥咁嘅時間啦，時間寶貴係嘛啊。咁但係你估到係講乜㗎啦？咁而家即係會㗎呢啲選舉啦，我覺得睇。即係而家香港政府以中共嗰啲宣傳底下啦，都有一啲我所謂嘅扒糞式嘅選舉咯。扒糞即係越係喺香港人眼中越係墮落，越係得人憎嗰啲人咧，就會得到更好嘅宣傳。佢嚟講啊，江文慧係啊，好後生啊，即係少年執法無醜婦啊，都唔係話佢唔可以話佢唔話佢醜樣啊，都係即係個問題就係你睇翻香港人對呢個金牌得主有乜睇法？好簡單嘅咋，你上翻 Facebook， 上翻啲民主，即係所謂社交平台咧，你就會知道一般香港人對佢有乜睇法㗎啦。咁但係喺國內好唔同嘅，喺大陸咧，大陸人咧就即係信名牌㗎嘛，中意有冇名牌㗎嘛。無論佢揀呢個，如果佢有得揀，有得選議員，佢哋真係會選呢啲金牌選手啊，呢啲咁嘅做議員嘅會係嘛？有得選嘅話係嘛？但係佢冇得選啊嘛係嘛？或者佢揀學校，佢梗係揀嗰啲排名高嗰啲，一定係咁嘅喎，因為佢哋信品都係效應㗎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喺江文慧喺香港嗰個即係形象變差，以致社會評價唔係太好，大家覺得佢白痴咁樣啦嚇。咁你中共咧就喺即係要支持香港選舉嘅情況底下咧，自然就出動嗰啲所謂國家級嘅媒體咧，幫佢即係幫佢做勢咯。即係做勢之後，將來點煲佢，或者點利用佢將來嘅當選喺大陸宣傳香港嘅選舉咧，就令到呢啲咁嘅即係成功人士同埋啲有代表性、有愛國嘅年輕世代都有機會上位咁樣。咁呢啲咧係下一步會做嘅宣傳策略，呢個完全係可以估計到嘅咯。咁所以我覺得江文慧咧就會成為咗一個咁樣嘅工具，即係喺宣傳啊、凸顯香港嘅成績啊、香港嘅選舉幾五光十色啊。年輕世代幾俾有機會啊咁樣，咁你亦都呼應前邊70歲嗰啲唔俾選咁解啫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我記得以前睇嗰張相啦，10年前啦，江文慧讀緊書嗰陣時就翻到嚟香港，特登去拜山啦，走去揾佢嘅師姐啊，佢嘅師姐啊葉劉打卡影嗰張相啦，一貼上係啊。咁但係今次咧就暫時未見到江文慧揾阿葉劉打卡。未揾佢起飛喎，咁樣啊，咁啊真係有啲忘恩負義啊！咁我見到江文慧俾大陸炒到咁紅咧，對阿葉劉今日嘅遭遇咧，又難免有少少憐憫之心咯，真係啊！即係唔俾你選不已，而家仲要即係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咁即係最可惜嘅就連阿葉劉。連一張旗袍相都未見到咯，到而家。哇！妹妹嗰陣啊，係啊，相都未見到，咁啊真係有少少。今日掛住條泳褲嘅，係唔係見到有張相？
呢個紅底啊嘛就係係咯，呢一個咪就係舊年啲人拎佢出嚟嚟影相，話啊呢度有紅底啊咁樣咯，就係呢張相啊嘛。哇條紅底我見到啦，係啦。正啦，咁啊嗱，其實咧，即係選舉嘅話咧，就嗰啲嘅新聞咧，或者報道咧，或者相關嘅嘢咧，就好多嘅。咁啊，即係除咗政府部門係要出嚟到去即係幫手拉票啊，但係國家級嘅傳媒要出嚟做嘢嘅話咧，其實有陣時啲嘢都有啲甩碌嘢嘅。咁啊，即係呢個禮拜中咧，大家唔知記唔記得啦，即係啱先個禮拜中啦。咁就係有啲學校咧，小學咧，咪出嚟話，哎呀，我哋嗰啲中國嗰啲考察團咧，咁啱喺正選舉日喎，咁跟住咪要改期嘅。咁有啲學校係改咗期噶嘛。咁跟住咧，我就收到一單即係刺針啦，收到一單嘅即係讀者爆料啦，佢係用投稿形式嚟到同我講嘅。咁有間學校咧，涉事嘅學校咧，佢企硬，佢唔改期。咁呢間係咩學校咧？就係佢所講嘅龍頭左校嚇，位於呢個沙田，即係應該嚟講叫做大圍啦嚇。咁就係呢個培僑書院啊，呢個私校嚟嘅。咁跟住佢係即係定咗12月6號同埋7號2日去深圳嚇，咁啊，即係上去啦。咁跟住咧，嗰個讀者就投咗一篇稿俾我，咁就話你作為即係左校個龍頭，咁甚至乎嗰啲領導咧，唔係政協咧就會出嚟選噶啦。咁啊，即係培僑中學嘅嗰個姓伍嘅校長出嚟選啦。咁其實你就反而就即係選擇咗嗰2日走去大陸交流。咁其實你嘅信息係錯誤嘅喎。一方面你係叫人選舉，另一方面你就即係拉晒啲人過去，因為嗰度係有成20個教師一齊上去嘅。咁所以話喂，你其實係咪即係搞緊軟對抗啊咁樣？咁我見佢篇文都幾得意啊，咁跟住咪幫我出咗。咁出咗之後咧，有趣嘅事就發生咗啦。哇！呢個左媒啊，即係當然今次嘅級別就唔係好高啦。咁就揾咗橙新聞出嚟，呢個網媒出嚟嚟到鬧。咁啊訪問媒體訪問咗呢個培僑書院嘅總校長吳玉芝。嗱，呢個名要即係要好小心講啊，因為講咩咗就會係鬧人㗎啦。吳玉芝咁然後就出嚟到去回應，佢話我哋邊有軟對抗啊？報道呢個媒體先要軟對抗啫，抹黑我哋我哋不嬲都好支持選舉嘅。啲老師翻到嚟之後咧，仲有6個鐘頭仲可以投到票。11點半鐘先完㗎嘛，個票站咁直接呢度咁鬧鬼我哋啦。即係我又一次嚟到即係俾左媒嚟到去有隻黑豬啦。好啦，有趣地方就係話嗰個即係投稿嘅人啦，佢個筆名叫做不是左人不是即係不是左仔啦咁然後就即係馬上係寫第2篇稿過嚟，話呢第2篇稿咧，我覺得精彩嘅，即係其實各位可以去睇一睇，佢提出咗一啲更加有力嘅證據，例如就係咩咧？喂，大佬，你係11月14號，即係我哋錄影嘅16號啦。2日，即係我哋2日之前嘅話，政府先至係公布嗰個投票時間係提早同埋延長嘅啫嘛。你有乜可能係即係9月開學嘅時間決定咗12月6號同7號上去嘅時候，你冇水晶球㗎嘛 ？suppose 係你點知道嗰個票站係會延遲咧？你係出嚟解釋嘅時候，即係尋日我哋即係錄影之前嘅前一日，個校長解釋嘅時候係用咗呢一個最新嘅公佈嚟到 justify 自己個行為。咁即係其實你係即係嗰個邏輯係混淆嘅喎，你混淆咗因果嘅喎，係咪先？咁你係即係額外時間，你嗰時唔知㗎嘛？呢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話，喂，僱傭條例裏邊講到明嘅喎，你每7日嘅話，你必須要有不少於1日嘅休息日嘅喎。咁你啲有20個教師，你係連續要俾你被逼要工作7日，你係好即係好鬼鼠地用咗之後嗰日嘅補假嚟到話，我俾你休息翻1日啦咁樣。但係嗰日係公眾即係suppose 唔應該俾你咁用噶嘛，嗰啲假期。咁所以佢嗰個投稿嘅朋友咧，係質疑即係呢個培僑嗰邊咧係罔顧呢個教師嘅身心健康同埋嗰個身心靈即係就係用啲法律踩界嘅行為嚟到去做。咁其實由頭到尾我同呢個人接觸嘅時候咧，佢係前教師嚟嘅，佢應該係見到即係嗰啲同事水深火熱之中嘅話咧，咁就好不恥校方嘅行為，所以先至係好用心嚟到去投稿同埋去指責
校方咯。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就係龍頭嘅學校、左派學校，反而係唔需要去理會12月7號嗰個選舉，就即係喺安排嗰一日嚟到去返大陸嚟到去交流都可以嘅。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左派自己本身係有特權咧咁樣？咁我見到呢篇文幾有意思，就幫佢哋登咗咯。即係如果你用呢啲標準就唔使做啦，個選舉日期都係幾個月前公佈啫，係嘛？有啲嘢可能幾個月前3月已經知啦，係咯， 3月已經知啦，係咯。即係所以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就揾嚟講嘅，即係投唔投票都係自己嘅事啦。就算你話好啊，佢翻嚟之後有個鐘咁樣，佢係咪真係會投票咧？係咪真係有啲人着緊到咁樣都要投票啦？咁有啲人會嘅，但有啲人就算佢唔去大陸交流，佢都唔會去投票噶啦。我相信啲人好多添，係嘛？咁我記得舊年即係上一次選舉嗰陣時，當時喺廣東省一帶嗰啲屋苑咧，有香港人業主嗰啲咧，會收到信嘅，收到信就話屋苑咧有專車會車你哋去票站投票啊，邊境票站投完票之後咧就會一齊食飯，然之後送你翻嚟咁樣。咁呢啲咁嘅即係操作咧，就係一個唔係真實嘅選舉先要做嘅啫，真選舉先使唔使做呢個操作啫，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咁嘅選舉同呢個花招咧陸續有嚟，所以咧就除咗話今年除咗話車你去票站、邊境票站之外啦，頭先都講咗啦，會一車車輪椅啊、弱能人士啊、失去行為能力嗰啲都要推出嚟去投票，咁咧到時就幾好睇嘅，我覺得。咁我覺得咧我就冇嘢㗎，我好相信香港人，即係大部分香港人咧就眼睛都係雪亮嘅。你揾個咁嘅假選舉嚟叫我同你癲，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唔會同佢癲咯，係嘛？就算有啲人今日被逼唔敢表態，或者有啲甚至被逼拍片添啦，係嘛？到頭來會唔會嘥時間去投票咧？我哋且拭目以待。我成日覺得，如果選舉能夠產生意義嘅話咧，你唔使做咁多嘢都可能出嚟投票。好似2019年11月24日咁樣，係嘛？你個選舉冇意義嘅話咧，你做幾多宣傳都唔會有好大作用啊！你今年用嗰個方法可能會有少少效果都唔定，咁但係我相信要突破以往嘅記錄咧，我相信冇乜機會㗎，即係唔好當香港人傻仔咯。嗱，咁當然你話會唔會突破翻即係2021，即係上一次19唔好19啦，即係如果話上一次即係換屆，即係呢一個完善選舉之後嗰個選舉，會唔會係會即係有3成咧？咁當然我相信其實官方都諗到好多方法點樣去谷個投票率之餘，咁有可能即係我頭先喺第一次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就算你話焗住某啲人要投票，咁但係會唔會快意票嘅數目會好多咧？咁會唔會係即係其實你如果留意翻澳門即係上次立法會選舉咧，其實廢票數目都好多嚇，咁所以廢票數目都係一個好重要一個指標啊，就係其實代表好多唔願意投票嘅人，你逼我投票嘅話，一係就唔願意投票嘅人，一係就根本係冇能力投票嘅人嚇，咁亂咁剔嚇。即係甚至咁講啦，就算你話車一車根本係冇自理能力嘅人去投票，其實佢都唔志在你投邊個，最緊要你有嚟有級有放學跳箱得㗎啦，佢已經交到功課㗎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如果你話記者朋友都可以留意下啲票站會唔會真係一車嗰啲護理，即係嗰啲 van 仔咁，然之後一車即係瞓響床又有，坐輪椅又有，人哋扶又有，跟住擁入去票站，跟住就做一輪大輪鳳。派人個數咁，呢個大家都預咗㗎啦咁樣。咁啊，當然你話即係講到選舉咁，即係我係都會留意到就係其實雖然好多人都會話，其實而家喺香港講選舉其實真係好危險嘅事，因為其實大家留意到就係話廉署都已經拉咗幾個喺網上認叫人即係投白票或者投廢票嘅人啦。咁我又唔係好知道究竟嗰啲係咩人。咁嗰啲人究竟喺咩情況之下，真係講到咁白，就係話叫人唔投票、投白票或者投廢票。咁但係你呢啲即係揾廉署去拉呢啲人，究竟係唔係真係令到啲人因為驚投票會即係坦白講，你香港唔投票唔係犯法啊嘛嚇。咁而家香港唔投票都係合法嘅話，咁我有權唔投票嘅話，咁究竟呢一啲所謂拉人喺網上面先話人哋投白票啊或者投廢票嘅阻嚇性究竟有幾大咧？咁即係定係即係喺呢一個成個芸選舉新聞裏邊一啲即係無關痛癢嘅一啲信息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而家都呢2-3個禮拜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同選舉有關嘅一啲得意嘢，
一啲有趣嘅，可能圖片又有㗎，片又有啊，即係甚至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其實發覺到今次選舉宣傳好唔公道。港島區英皇道啊、筲箕灣道啊，打落去啲街咧，插晒旗、整晒嘢，但係反而九龍嗰邊彌敦道嗰啲就冇乜，咁所以都可以好得意就係話，咦，原來政府喺選舉宣傳嗰度都厚此薄彼嘅喎，咁港島區嗰度就知道黐晒線，但係九龍區又唔係咁嘅喎，咁呢樣有一啲幾得意嘅現象咧，其實都好歡迎大家咧係俾到我哋咧，咁我哋響刺針啊，唔係我響呢一個即係觀眾我哋呢個平台啊，或者喺我哋即係呢個節目裏邊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之餘，都可以同大家去分析下究竟係咩回事嘅。嗱，我補充一點啊，即係我諗以下呢個所講嘅嘢咧，可以睇得到香港嗰個政治嘅氣氛咧，或者嗰個自由度咧，有幾咁低迷，幾咁恐怖。咁啊，其實嗱，我自己本身喺個人嘅 Facebook 啦，咁就 share 咗一個即係簡體字嘅通勝嘅通訊啊，即係嘅資訊。咁就係話12月7號嗱，嗰日發生咩事我唔講啦嚇，大家都知㗎啦。12月7號嗱，簡體字嘅喎，佢就話咧係嗰日適宜做啲乜嘢啊，忌做啲咩嘢啊咁樣。咁佢即係忌諱要做嘅嘢咧，當中係包括係忌諱出行嘅，即係嗰日係不宜出行㗎嘛。咁所以我咪話咯，我寫一句啫嘛，我話12月7號原來係忌出行㗎喎。大家記住當日要留喺屋企，以免有血光之災啊咁樣。咁好中性啊，係咪先？我乜嘢都冇講。好啦，咁跟住頭先我咪講過咧，橙新聞嗰邊咪即係報咗即係刺針即係嗰個培僑書院嗰個投稿啦。咁跟住喺度鬧啦。咁鬧之餘咧，其實佢係鬧多咗一句嘅。佢話佢就冇開名話我頭先嗰個 post 係邊個人出，佢就話自媒體人士，佢就話有自媒體人士咧又展示投票日不宜出門嘅日曆。咁呢啲就係反中亂港嘅勢力並不死心，通過多種嘅方法進行軟對抗，打擦邊球。我話我頂你個肺，嗰啲言論自由嚟嘅喎。咁你竟然唔尊重祖國嘅通勝，係咪先？呢啲我係中國文化瑰寶嚟嘅喎。係咪先？咁所以其實而家你香港裏邊咧，只要講任何嘢佢唔啱聽嘅話咧，佢都會真係同你去上去官媒裏邊咧嚟到去即係教月餅你嘅。係啊，而家係好恐怖。扣你冇似話係國家安全咯，咪就係咯。係啊，咁所以好驚啊咁樣，咁好驚點啊？好驚就更加唔好出門口啦。咪就係咯，好恐怖嗰日，好恐怖。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關於即係立法會選舉換屆嘅一啲趣聞咧，我哋繼續會同大家跟進噶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我諗都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下個星期高盡天下時我哋再見啦，拜拜，拜拜。